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中原地產嘅 Gary 啊。咁今日咧嚟到何文田一個上蓋嘅物業，叫做如一。咁咧就帶大家睇一睇一個咧兩房連地下花園嘅一個特色單位。咁實用面積咧就426尺嘅。咁個位置咧就係位於三波座一個低層一個私室嘅單位。咁我哋依家即刻去邊睇睇啊！咁一入到屋咧，你會發覺右手邊已經係一個嘅開放式嘅廚房啦。咁就名牌子嘅電器咧，全部家電咧都齊晒㗎啦。雪櫃、洗衣機、抽油煙機、爐頭都齊晒。咁租客只需要添置一啲家私咧就可以住得㗎啦。咁今次呢個單位咧就比較特別少少嘅，咁啊佢係一個戶外一個嘅平台花園嘅，係連接住佢個主人房嘅，咁好特別嘅。咁啊可以擺下一啲嘅盆栽啊、單車啊，或者小朋友嘅一啲scooter 啊，咁啊俾佢哋一啲多啲嘅空間去活動啦。好，咁我哋望咗間細房先。細房咧就四正4平8穩，非常之容易擺位。咁洗手間咧就有窗啦，係一個光廁嚟嘅，亦都 keep 得好新淨，光潔如新。咁另外嚟到主人房嘅部分啦，右手邊呢個位咧可以做一個咧好做到上頂嘅衣櫃啦。咁就有一個好大嘅收納空間。另外個主人房咧比較特別啲咧，就係有個門咧可以通翻出去一個嘅平台花園啦。同廳出去嗰個平台花園係相連嘅。咁景觀方面咧，就望翻咧自己嘅內園景觀啦。咁啊非常之開揚同埋係好清幽雅靜嘅。咁如果大家都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可以聯絡我基俾睇啦。多謝各位。